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福喜类类》节目。你下度台湾吼，大家系讲出去了嘅时节，系讲为大国人，为当以请解了路头白嘅历史类带，用伊咧是想会转到路头白嘅系统去感受改良时嘅气氛吼。今日大家咧小嘅系来自苗栗嘅就一件罗丽莎。哇，超过70年了哦！保存到非常嘅好，大家咧分享记得吼，提起来绕墙嘅系了只丽莎嘅头家，佢系天二台嘅头家罗庆年先生分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凯丽莎罗庆年。分享，天天都绕墙嘅恐龙咪系头家吼，咁讲佢系天上台系呢个罗文仪分享。大家好，我是新兴丽莎罗文仪，喺我 Kelly 做得咧。耶，分享 Kelly， 天天咧绕墙嘅系哦，啲丽莎非常重要嘅灵魂人讲，你嘅通义行分享。大家好，我是糖糖，我唔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你知道听到糖糖按用 COG 起嘎就知道他很活泼，对不对？有吧？对，在旅社里面应该是你们的灵魂人物，然后是那个很重要的元素，或是化学调味，或是那种发酵的那个，对不对？是吗？因为你带来很多欢乐。因为你刚刚说我不是客家人，我是吓到人。对，这其实是 Kitty 教我的啦。跟大家介绍，就是这是2代的老板，但你是这个里面很重要的灵魂的伙伴，应狗爱用狗啊，你是来自彰化，对不对？对。好，那你在这个伙伴苗栗待久了，他敢发语糖一些吗？糖五十一些些，然后会有练习讲一些吗？有哈？有那个他懂你的部分有练习。摸嗨去旅社。这个住的客人有是客家人嘛？因为都从外地来，我有客家人。有啊，有的，马家人都有。马家人都有。客家人、河洛人、日本人，马家都有。都有哈。按有没个意思就会跟糖糖，你会就是多学习客家话有。我都跟他们一起学习。给每一整年轻佛一周得邀请到大家来到鸦片哈，同开来分享哇，这个旅社。超过70年呢，其实是1950年到现在，可以说是73年哈。而且最近这个旅社有一点点红。我先讲我的感觉，我爱公司开发，亚哈给你黑工会出去有聊给时间，会特别找这样子的露头拜给旅社，因为你想要感受的是那个年代的风情。气氛，好，我们有时候会说是文青也好，复古也好。不过，请爸爸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其实，或是 Kelly 跟我们聊一下，其实这个你们旅社最近其实蛮火红的，对吗？还好啦，因为现在一直都是讲到那个复古啦，复古啊，那个因为有那个全部东西都长到像头牌的东西，像阿丽莎呢，是按旧的，一共可以73年，73年的。那俺的洛丽莎呢，就还有一些头牌东西，啊，变了一道东西啊。噶有兴趣的人记住我来，很想做。所以你跟爸爸比较谦虚，他赶紧就按用应该讲是不是很火红？还好啦。其实蛮多名人，其实最近大家都要去那边，好像是探寻你们的。旅社对吗 ？Kelly？ 因为像现在网络时代很方便、很发达，大家其实年轻人都会上网去看住宿哪里好玩这样子。对。然后就会特别探寻到你们的旅社，对不对？不过同大家来分享，可能大家有看到一些相片哈，那可能大家可能相片是第一个哇，可能有的客家乡亲可能写直接说，这就以前我住的房子啊，我们以前就是住安永给。木嘅啊，有冇？唔过亚哈先推你尤其喺青岛嘅后山，你会觉得我们现在都不是住这样的房子，会刻意要去住，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才会说是复古风。不过台港有谈到哈，73年了，所以1950年以前是杂货店，对不对？呀，早期呢，我哋係一個雜貨店，因為我哋住喺這個苗栗火車站面前，頭擺加麗莎東社，到阿美做一多年來，我講。係沒有房間俾佢睡安補嘅嚇，家下我爸就想講，我哋很細呢，就讓我哋叫下曬，留下有房間就嚟俾佢睡。結果都人傳人咩，所以一多年都會嚟摸呢。後面我爸都講，按多你們將軍人做嚟開麗莎都好嘅，結果就來開。好可愛的理由，請等一下給理由。黑美給糧食，因為大家要去搭火車，然後是怎樣沒趕到火車，是不是？阿美抹茶。
摩擦好转的啊，因为特别交通没真方便啊，都阿没都摩擦的，就想要请个地方来黑。不过也蛮可爱的。你是用给粮食给你，然后真的没有地方住，就跑去对面的杂货店问说，糖糖，你那边杂货店那个有没有房间，晚上可以借我住？然后那时候的人也真的很有人情味，就也不会怕，刚刚人较单纯，唔會驚講快人家用。嗰一方面都來埋嗰個人客啊，做熟識嘅啊，都係呢，都講嗰啲人啊，先人看下衰，我要房間都不能衰，都係。你有問過小孩的意願嗎？當然先人很，是不是就跟陌生人一起睡？不過好可愛，就是很有人情味。單純。凶爸爸講嘅給糧食給你，好像比較單純，然後反正我就是借宿一下這樣。那會提供給他一點吃的東西嗎？啊，你係要冇印象哦。給糧食。我爸爸還是很小，對不對？他就是那個小孩啦，跟陌生人一起睡的那個聲音，所以就因為這樣，安永跟妍妍就開旅社，我覺得也是種下一個好有趣的種子哈。因為開旅社也沒有大家想的這麼的簡單，也是蠻複雜的。所以 Kelly 完全不知道爸爸那一段歷史，不知道，都是他跟我說的。你聽起來有沒有很有感覺？有啊，就會覺得那時候真的好有意思。然後就這樣子開着開着，就都壓下安永你。哇哦！可是這70幾年。生意應該也有很好的時候，應該也有不好的時候。洛里沙呀來講，都漸漸俾人淘汰的嘞。真的，我懂。因為亞人啊，台飯店、民宿、汽車旅館、賓館，個乜嘅呀？露營區。哦，對，這幾年很流行露營。對對。今年全部都分散開嘞。哦。據說講，人家洛里沙經營實在當困難。非常的困難，除非你很有特色，除非你親有去搞個特色，才有辦法。不過我覺得星星旅社就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嘛，對不對？唐宮你的建築物其實都沒有變。我屋嘅就係有啲田醬，係老屋嘅嚇，有啲田。早期嘅愛屋嘅買係有啲田醬，特別早期嘅愛屋嘅有啲田醬下邊很香嘅。魚池哈，結果民國因為50年間我爸就喺咪老屋嘅改建，就先去理建台灣理嚇看人呢屋嘅係樣嘅做，結果喺咪轉來呢就想講，係呢像頭擺屋嘅樣嘅做一個田醬，可是我田醬呢當鐵樹，嚇，也田醬頭擺冷氣。冇按普遍，我嘅房間，特色房間都要重嘅。嗰時候講，家下大概就當兩上。阿哥呢，也下有 WiFi， 特別呢有像講也有 WiFi。我嘅田醬嚇，邊一隻嘅呢分享器，所有嘅房間都數得到。冇阻礙，冇阻礙。唔係像個台灣店，佢搭樓佢都邊一個分享器上數得到。個田醬都唔是啊，都邊一隻攞去搭隻房間數得到。故所以個田醬呢，講起來客家都當喜歡。講我哋田醬嘅特色呢，就係講嘅西族有做嘅銅匠嘅個鐵花窗，嘅當鐵樹。特別師傅呢做嘅鐵花窗真係做係強，嘅造型當多樣。個故所講人他來到就想講，特別做屋嘅食材都很好，比亞哈還加好，從毛比亞哈還加好。Kelly 跟糖糖應該感受很深，對不對？在別的地方是真的，我自己是比較少看過這種設計啦，就覺得很特別。然後就是也是聽我爸分享，就覺得說哇，就是真的很用心。是，對，因為你有講。共識拆房，還吃到後來蓋的房子加了那個鐵窗，都是為了防小偷，沒有什麼設計的藝術在裡面，反正就一條一條我們擋住，然後去看過去真的某講，能夠一切給你，可能當然花窗有花窗的功能，可是還是有很多設計，對不對？像很多的那種漏布，外邊還貼那種很好看的那種花磚啊，要是瓷磚，所以那個房子的設計感就完全不一樣。我覺得住起來你的心情也不一樣，對不對？所以這是為什麼，就是哇，看起來糖糖真的輕heel嗓因為佢講佢完全都唔對，就唐羅爸爸用講佢這樣了解，而且以前的房子其實很長，他一路走進去，然後中間就會有一個天井，然後你看那個光源就會進來，要不然現在還有很多的，還有青島型嘅屋還沒有對外窗，有些房子沒有對外窗，廁所也沒有，其實那個感覺都沒有很好。不過聽說你們的這個房間保持非常多以前的布置。
家事，对不对？我是落里衫呢，嘿特别留下来的东西多，哈，像所以领纱都捐给你们哦。没，特别我就自家用的。哦。因为特别家在有仓库，啊，古时讲老嘅特别用的东西都变到仓库啊。也后面我嘅改建，也我嘅差不多60年了，50年了60年了。我嘅拄好呢，当到特别用过的天花。特别的天花，台湾清早期的用野味。错，野味天花。会看跟时代剧才会看到用野味，跟那天花俺们都蛮很有，啊个天它係用树立的，啊，都係天台立的。啊，我就有含有一個重機，啊，重機一台重機。啊，落里衫就係有落東西嘛，有含有個360度的2隻葉的天鳳山。這個係真係係當鐵樹嘅，像一個吊籠一樣嘅。啊個呢，又含一團啊特別後生起嘅維斯棒。維斯棒啊，就抵耶。90cc 嘅嚇檔車，然後講喺度檔車都當拉風啊。錯，因為有駕馭嘅感覺，有冇？還有當到嘅故事，就你撈大家都分享，你先聊下，等下陣仲可以講。OK。今日當放伊做啲繞牆類似苗栗嘅信心麗莎，你講挑架類到節目地圖撈大家都小解，記得解麗莎吼，講到安陽嘅 hotel 有冇旅社，其實就是已經超過70年嘅安陽嘅老旅社露頭擺嘅，然後裡面剛剛好多老物件有冇？唔過呀，它真勁哦，其實有青島嘅地方有賣這種2手老物件，然後有青島嘅麗莎，像有很多年輕人開旅社，會特別去請安陽嘅老東西，就想要擺到家裡啊。你們就是本來就有安陽嘅老東西，後的。沒有丟掉，所以它擺着就變得好有特色。不過剛才他爸爸有講到嘛，天花、天山啊，不過還有一些青春的東西，就會講浴缸，你知道是不是很浪漫？他講還講看嘛個卡通的世界有沒有那種日本人還講會泡澡嘅時候，那個浴缸就很有自己的風味。其實以前台灣有青島的那種也是很傳統的浴缸啊，第一度都有一顆一顆貼的那種。瓷磚跟浴缸，對不對？你們還有對不對？對。好，那你們自己糖跟 Kelly 會不會特別想要在那種浴缸泡澡？會啊，會嗎？我會去啊，因為我房嘅冇浴缸。哦，所以這泡起來很浪漫，對不對？糖會嗎？我喜歡洗澡的時候速戰速決啦，但我喜歡拍浴缸。你喜歡拍浴缸？對，因為它浴缸很特別。真的，該兩時就是大概前1-2個禮拜啊，有看到網絡上有賣那種放肥皂的，不用給茶壺給。專門放茶壺，它就是做成那種傳統浴缸。不過青草嘅，它裡面一定要學習那種老浴缸的那種花磚這樣子。好，想想覺得好棒哦！去到你們的 hotel 一定要泡啊，對吧？好，雖然沒有很大，但是有一種復古味，對不對？這也很有特色。包括像剛剛爸爸介紹的一個，像是那個花窗也是嘛，對不對？然後不過呢，我們節目也有些太搞的都壓哈。你看我們到現場有一些看起來。好像跟旅社沒有很有關係的東西，可是其實係親有關係哦。這就是你聊到淡煙，你講不是便利貼有偏離掉，為什麼呢？就是要告訴大家一個知識，就是今天同大家來分享嘅第一次就是棉被花，聽起來很特別。棉被花，誰要來介紹一下棉被花？棉被花，睇家嘅客家話會講冇？皮骨髮，爸爸棉被用嚟講。皮棍嘛，對不對？皮棍。那被單怎麼講？皮單。因為海陸腔的那個被單是屁蛋。屁蛋。對，然後給龍時我也沒有意識到這麼多，我就跟同學講說，我們家都很多那種很漂亮的屁蛋。他說你們家好特別哦，我就說對，皮棍髮，對不對？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那個是什麼嘞？Kelly 講對吧？好。皮骨髮是以前台灣傳統早期旅社我們都會折的，那到現在我們家都還有這樣子的折法，把棉被折成這樣子的立體樣子放在床上。是以前爸爸阿
工那个年代就有了，好特别哦。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很多人去到你们那边住找不到棉被？因为一般棉被都在床上嘛，不有按我给请有哦，很长很长吗？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旅社怎么没有棉被啊？或者就是我们会跟他介绍，然后介绍完他就说，这样我怎么舍得打开来？我懂，意思就会讲他们发现，怎么没有棉被，但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好像很漂亮的一个 gay 片，让你们收给勾黑就会觉得说，原来那个是棉被，这样对不对？好，同老大家咧分享，我们啲看电视噶，向前朋友你都有个露头把个洗头就爱用你冇，因为大家都屁股有冇扎起来就折得整齐嘛。因为他嘅休上以可能去上班嘅时间，棉被就乱摆，对哈就没有。因为黑某就是摊平就很了不起了，不过你们还会把它折成那个很漂亮的花朵。以前当兵的人是折成豆腐、挑夫，那现在是折成花。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你们发明的，对不对？黑某。不是我们发明，应该是说你们整理的，对不对？应该是说棉被花这个技艺是台湾传统老旅社都有，那只是说像我们旅馆现在就是每间房间其实都还是会一直有折棉被花这样子。那这个图鉴就是那时候有刚好前2-3年是我们旅社70周年，就有整理了旅社几个比较常在折的款式这样子。那因为其实棉被花本身是没有名字的，那我们就会依照它本身的构型啊，还有就是整个造型去做衍生，然后想帮他们取了一个花名这样子。对，我告诉你，我看到这张海报，我觉得什么很可爱，竹笋，竹笋有没有？抢给竹笋，我觉得好可爱，又很像一个饭团，有没有？然后就很像竹笋，对。然后听说听说你们这，因为我刚看到是很多花的命名嘛，对不对？然后你们在这个旅社给柜台也会准备这个，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也是好复古，一看要玻璃，黑模呀就会露头拜的那种，你知道那种花纹，以前在新竹是制作玻璃很厉害的，对。然后这也是你们摆在柜台，然后做很多这个签是吗？对，因为其实棉被花就是我们平常棉被花是在床头，有点像是迎接客人来嘛，对，那就是床头的一个装置艺术。我这样认为啦。是。然后这个客人抽了要干嘛呢？它其实就是棉被花给你的一个小祝福哦，真的吗？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小祝福带回家。OK， 所以我现在也可以试抽一个，对不对？对。所以假设我是这个客人，然后我就随意的抽，然后这就是来到这边就很有人情味的一个互动，这样很够吗？是吧？可以这么说吧？对。这该不会是糖糖做的吧？我们其实大家一起做的啦，也不会只有我。好哟。观众朋友，哎呀，我抽到郁金香，对，所以你们里面这些都有一些小文字，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郁金香的棉被花，对吗？好，每个旅人的到来就如同给予星星一座荣耀的皇冠，你们也太会写了吧，太感人了吧！回赠一朵郁金香，推表对你的有永恒的祝福，怎么又温馨又老派啊？没有啦，走复古风，因为我就。让名为祝福的种子彼此在彼此心中发芽吧，安妮。如果买黑银行，还会吃都很贴心呢。好，所以我抽到这个就会看到旁边有个棉被花的图案。对，哇，好酷！然后可以再去看看自己房间的棉被花是哪一朵。就一进去不是郁金香，是竹笋。那你就收到2个棉被花的祝福。你很会讲话，阿妍，你感觉有2个棉被花的祝福。哇，很棒哎！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泰嘎会喜欢回到安永跟老旅社，因为你看这很有趣。你黑公听到那种很摩登，他就不会这样，他就会说小姐你好，里面请，就是就会走那种路数，对不对？好，小金佩如这个棉被花哈，披棍法在太有意思了，挺有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折，对不对？对，然后这个也是店里面有的，对不对？泰嘎这个叫做迷你版，好吗？记得会真给有皮那个棉被去折的，是真的很大，但是因为太有意思了，现在把它变成一个文创小商品，超毛这2种手作课程，对，古时候家就会一个迷你版的棉被。等一下，你们旅社棉被真的是这种方形吗？我们那个棉被这个花，一般有的就是挑我们客家的特色，客家花布，要不然就是4月的那个桐花季，那个桐花，我们会专门挑那2种。太棒了，好，所以你们在旅社的棉被造型也会是这样，就一模一样这样。差不多，也差不多是这样。好哟，观众朋友，我们要来学习折这个棉被花。我们用小的，用 CC 搞太敢用折棉被花，不过黑公你有真的学起来，
你在家里就可以把家里的棉被黑毛做的呀，我今天晚上回到家没有，明天早上起来，我就会试试看把家里的棉被折成棉被花这样。大家做的好好的可以哈，今天是 Kelly 帮大家示范，错吗？错，好哦，好呀。唔会轻难，那个罗爸爸，你是想逃过一劫是不是？你现在没有？没有搞混后场哎。OK， 好，那我们先这个正面，我们没有，我们把它反面过来。好，先反面，宿舍朝上，然后对3等份。好哟，平均分。好，那请问一下，折大棉被的时候，是不是不可能那么轻松？抽啊！哦，抽啊，黑毛后，就是你真的是在折一个大玩具，对不对？哎呦，会流汗哦。上面那一层把它往上，好，对折，会流汗是不是？真的，因为你想还要在床上，对不对？而且它可能很大，要手脚并用，要手脚并用，明白？像折那个垃圾袋一样。把它收进去，折垃圾袋要对齐，要对齐，要对齐。好，我们要给观众朋友示范一下。其实 ，OK， 好，左片老右片就共用哈，好，两边一样，两片共用。大家有看到吗？就是中间这个很像在折那个垃圾袋啦。垃圾袋是大家共同的记忆黑毛，啊，要它按呢砸过来。哦 ，OK， 一边就好嘞。糟糕，我觉得我手好像很不巧哎。好，等一下，要抓好哦哈。等一下，是这边这样，这边嘛。一片沙就做的嘞。按钮抽嘛，抽，是这样吗？是，等一下，糖糖是这样吗？这样子，按呢。对，这样对吗？压着。好，压着，然后整边整个翻过来，带过去，旁边对齐。然后第一层先包进来。啊，矮迪，就是这个层要包进来，对不对？然后换另外一边的包进去，这边换这边包进来，再换这边的包进去。哦，好，没关系，反正先这样。好，梦想拿起来就是了。哦，我这样对吗？我怎么觉得我的哪里怪怪？是这样吗？我的好像失败哎，上下颠倒，对你拿到屁股了，你拿到屁股了。安永英，也有点像啦，我再帮你取一个新的花名。等一下，我这个是失败，大家很失败，感受评。等一下会重新折过。好，爸爸你干嘛笑成这样？你觉得很高兴对不对？你很得意，聪毛。你这样拿的那个都是竹笋，聪毛。对。然后那个黑毛该莲花，你们故意教我折很难的，对不对？没有，这个很简单。你们真的折得很好哎。然后这个东西在店里有卖吗？没有卖，所以只能观赏。我们是教学用，对，报名课程，好有意思哦！用亲朋友看哦，我觉得许多爱改片嘅劳丽莎，系讲你许多改片来大，你是做在看到了动有意思嘅动戏，又做在谈到动有意思嘅故事，看到动到楼头摆嘅东西哈，所以底下嘿嘛，感觉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到那边去住宿的原因哈。其实底下见丽莎还有动到神奇嘅故事，请大家先聊下咧，你等下再来讲。你上堂节目讲到劳丽莎地图哈，记得有该屁股把去染发，所以我们说棉被花，对不对？现在也是旅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青春给 tips 哈，大家听到这边就会觉得哇哦，惊呼一下。虽然上一段我折的没有很成功，不过亚团青春同大家的分享就会去到你们那边还可以喝咖啡，糖供饮的 OK， 客厅就变成了咖啡厅，而且是自己住的客厅哦。我们那个旅社不但就有给客厅，是罗爸爸你自己私人的客厅，对不对？也特别是里面还柜台喺一边上。咱个一间係學堂，我哋私人用嘅學堂。我哋這個學堂做緊，當然人會抌頭過來看一下人，我哋都會很願意嚟坐，因為坐我哋會泡茶，有啲泡咖啡，其實就聊天，大家都共下坐。嗰時候我哋也一下老人客聊天，不過某個人主要抌頭嚟。我都會很願意嚟坐，交朋友就坐。嗰時講聊到安尼
久的都变朋友，哈，当到然后都变成朋友。啊，像有一摆个马来西亚人啊来嘛嘿，啊都来3拜了，哈，去3拜以后，啊都就是找我就讲去马来西亚亲戚，哈。我讲我这个唔敢去哦，我都超级穷下去。真的有去，真的有去，都去迄去交個假，交個假迄唔叫3年多年，啊叫上班嘛，叫我上班，我都做完資料，我都去上班，不用一個料，我哋一種唔離去1禮拜的，哇，記得，都然後都變朋友，啊個有一個人他係日本的人哈，就可以開地嘅人一個，一個日本人來到鴉片，一個日本的陸先生，應該。比佢較大哦，睇到幾片料，然後住在你們的旅社安永營，然後波米就變朋友啊。哦，然後咧有去拜來嘅時候，有哦，挨媽有去哦，有去親戚。哇，跟你都日本幾片有去他家嗎？冇，要到外面。佢冇手機嘅。我都用 email， 佢講內容是要到那一片，我就好 OK。啊，佢冇手機嘅，我日本安泰咩，我就講從那一片哦，啊捷運動態，我就滿人佢老人講從鴉片啊，到鴉片又尋唔到，係啊。好可愛，請等一下哈，我們剛搞朋友就愛永遠愛知道，其實羅爸爸、Kelly 還糖糖，其實你們都是愛交朋友的人，所以你知道就很熱情，而且可以按永給。來這種旅社其實就是真的會認識到各種各樣某種款嘅銀行，對不對？每個個性都有，對不對？也是真的是見到很多不一樣的人。唔講你看呢，就是因為按有搞朋友，你看旅社開到現在，所以變成有咖啡。你看我們現種有咖啡，然後還有甜點，都可以做的，對嗎？哎，對。哈哈，你但像按永有糖貢要咖啡有那個什麼瓜子味，嘿嗎？對，怎麼會？為什麼是有瓜子味？當初是因為70週年旅館，我們做了有一些的周邊商品。那咖啡這一支的呈現是想要把它變成有烏龍茶感，然後跟葵花籽的風味，是很傳統哎。他剛才講喝咖啡的時候都是要什麼果香啊，什麼黑某就會很像很國外的味道，黑某就耶加雪嘛，不過你給瓜子的烏龍。有原因對不對？是因為用旅館去做延伸的啦。那因為我們旅館是在苗栗佛茶站前面沒，就很像那個土地公廟前的大榕樹。以前您哈不會老，您哈跟那個鄰居會在這邊聊天大嘴古安呢。錯，就會以前啲睇書下有冇睇架？啲草料草料嘅時間會飲茶吃瓜子，以前嘅認真研究按永遠，因為嗰種是沒有智慧型手機嘛，也冇乜該天絲後款就按永遠。比如說你想要營造那種味道，對不對？好，聽說你還會做甜點，對嗎？比如說要 brownie， 也是你做的，對不對？是。我爸爸，你有吃過嗎？有啊，有。你喜歡嗎？喜歡。因為我唔敢唔食太多啦，年紀大了，看唔到。還好吧，對啊，因為這個算是很高級的一個甜點，所以你們會針對不同的節慶，還會做某種款式的設計，對嗎？對，就是像是萬聖節，我是可以吃嗎？現在演還都會吃黑貓，吃，盡量吃，不夠我們再補。我就知道為什麼那麼熱情了。你們確定你們有賺錢嗎？你們夠聽你們口岸有給李莎有賺錢哇！所以你有也去學做甜點，然後又學烘焙咖啡，可以厲害嗎？沒有。哎，所以這是什麼意思？路很發達，自己也慢慢研究。真的，就萬聖節，你們繼續聊，我想試試看這個。萬聖節的時候有做那個骷髏頭造型啊，比較不一樣的布朗尼的造型這樣子。對，然後就是那種限定，每一年的10月才會有。然後真的很多客人就是會特地指定來，因為我們會有好幾款，然後客人還會問說：“你這個有幾款？哦，3款是不是？那我要3個。”就一個人點了3個這樣子，好好吃哦！你怎麼可能只吃一點點羅爸爸？這一定要吃一個啊！有啦，一個一定有啦，不敢吃2個啦。所以客人會專程來買你的 brownie 哦。哎，會。你那個臉，神話一剪了，對，真的好好吃。所以其實你們也會有不定期的活動，例如咖啡廳是不是會結合什麼藝術家或者是
就是办活动会吗？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朋友嘛，因为咖啡厅，所以就会认识就是在地的年轻人这样子，然后或者说就是旅客，然后也有认识，然后就会有一些讲座啊，或者手作的课程，或者说就是应该说我们其实很努力想要去做一些异业合作，或者空间比较多元的，就是可能性这样子啦。我真的舍不得放下，因为我觉得很好吃，好好吃。对哦，奶糖贡你们有一次还同什么陶艺家合作是吗？对，然后是苗栗的一个就是陶艺品牌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咖啡厅，然后就是大家可以边喝咖啡边捏陶这样子，好浪漫哦。所以罗宝，你看欣赏你的加入，就会有某种嘅 idea， 某种嘅想法，从某来摸一下，你们是不是有推一些活动，例如像什么一破一十啊，或是什么那一类的活动？对，一博一十，就是因为其实也是希望说，既然来旅馆的客人，那他难得来苗栗，想要让他们好好认识苗栗市区，因为其实苗栗市区真的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但就是可能是比较隐藏版的，就是那我们就会跟他说，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放慢步调，到可能像是公维区隧道啊，或者说是像我们附近的北苗市场去找那种客家人的那种传统很经典的那种客家味道。然后或者说像我们附近有一间就是100年的老饼铺，就是它是卖那个客家话是叫绿豆凸，就是是这个吗？对，肚脐饼。可是里面肚脐饼嘿，对，肚脐饼来了。然后它也是就是很苗栗算是很特色的小点心这样子。我以为我去改黑哈感应吼，我挖到安永给东西其实很容易就买到后来我发现没有青岛给你都没有力，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买这个东西对，它真的就像是糖糖讲的，给隐藏版的那种老饼铺，对不对？对。所以像安永给东西会在店里出现吗？会在你们的 hotel 就是我们一博一十的活动，就是有搭配，那你就可以拿着我们的小卡片，那就折这个卡片到老饼铺就可以换一颗，因为我们是希望说他们真的可以走出去到附近的店家去看看，而不是都只是待在旅馆而已。100年老店，100年肉店。好，对啊，这个很好吃啊，而且它小口的，我觉得很棒哈。因为我们必须讲哈，就是你知道台南现在很流行观光，然后台南有青岛安永的，我们说老旅社，那个老不是指他真的年纪很老，他们会找那种肉末，然后重新去稍微整修一下，保留原本传统的元素，就变成老旅社。我觉得跟新兴旅社是一样的，不过跟你们最大不同，跟 T 房就会他们是新去找房子来弄，你们已经经营了超过70年，就是你们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很流行。然后他们也会结合当地蛮多安永给旅行，例如说他们会有理发厅对他们就会说，你知道给留还有那种传统的那种剃头拿毛给油毛跟传统我们可以该轻时尚给一种的。对，比如说你知道那种什么工具啊，然后那些器具都很传统，然后会剃头、挖耳朵那种他们也是会做安永给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地图，所以讲你都给片给 hotel 你就做对，也是循着他们那个去，所以你们也一样。不过，所以这就像肚脐饼也是。不过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想问一下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会讲2代在经营安永超过70年，安永给旅社，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磨合呀，还代沟？有啊，一讲啊。有吗？有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哦，非常的多。现在 OK 了吗？现在你要讲啊，哪里磨合可以举一个，开始了。咖啡厅就黑啊，咖啡厅咖啡堂就黑啊，因为私人的客厅变到咖啡厅，就像讲按台空间，有会变到暗的。那爸爸你压他吃东用也以后啦，也因为讲，也变到好吃咖啡了，特别摩安教室吧，也去转来啊，咖啡完全都自己这个做，我都冇办法，因为佢係有學過嘅，佢較專業嘅，佢咩講咖啡咩青苔泡都好食啦，佢有專業嘅佢學嘅，所以也客堂都變咖啡堂，它的舞台，你跟IC講，你看爸爸感覺上也被說服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嗎？就是爸爸那個磨合就說為什麼要這樣，然後經過磨合之後，他就達成共識了，就越磨合感情越好啦，越有默契。
我怎么觉得糖糖比你们两个彼此更了解你们彼此？因为是旁人，他们很清楚，爱在心里口难开。对，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有啦，因为你们两个其实。共识菜方案用康饮料沙真的长得很像哎，我觉得就会一看就确定糖糖不是他生的，然后就确定 Kelly 真的黑罗爸爸给某耶，这两个真的就是好像哦，有啦，哎，你们明明感情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表现出好像越做越开了，越做越开，爱用跟杠杠，不过跟男工也就会讲。真的太棒，谢谢你们在苗栗经营一家安有 T C 给东西，然后帮我们保留了。以前说祖父辈那时候留下来的一个氛围，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尤其是现在，哎，像我们要拍那个时代剧都找不到场景，有吗？我真的很谢谢。不过给我们一真的生活大家乐都聊片，然后大家乐分享，好吧？有新的活动再来这边跟我们大家分享，好的吗？好的，好，感谢。哎，要是每你给我们介乡亲朋友听听下来，看下来做认同了。中意呼吸来呢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面書來傾贊，然後聽入呢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俾老兩件影片分享出去哦。